Hello， 各位大家好啊！1號種子啊，Bang Bang 啟靈師。咁今日咧就係會同大家做個大眾占卜。咁仲有2個月咧，我哋就會迎嚟呢個2026年啦。咁咧睇下大家有冇一啲嘅心願啊，或者係一啲嘢咧係今年嘅目標仲未達成到，會唔會喺個年尾之前咧完成埋佢呢？又或者都仲要去到26年嘅年頭先至會有轉機呢？咁今日就同大家做呢個嘅占卜。咁咧就揀咗3支簽文嘅，咁一個就係42啦，一個係31，另外一個咧就係57。咁響翻頭先個版頭嗰度封面度咧就可以揀翻呢3個嘅選項，咁隨心就得噶啦，唔需要刻意去話用個大腦諗，咁就係靈機一閃嗰個就係答案噶啦。咁揀好咗之後咧，我哋就可以即刻開始去解牌咯。Hello， 揀咗42號卦嘅朋友就係你哋好啊！咁我哋抽咗呢一個呢，就係風雷益。OK， 望一望張牌先，好靚啦，有山有水係咪啊？有船，應該係順水就推舟嘅。OK， 咁風雷益都有一個叫做若果喺事業上面呢，咁其實都係會有好嘅結果嘅，都會係一帆風順啊咁嘅意思啦。你會見到牌都係咁嘅意思。財運都係啦。若果講身體狀況，有山有水，咁依山伴水，咁順住落去啦，順流啦，都唔錯啊，有個益字係咪？跟住仲有就係愛情，風和日麗啊，順風順水。不過船冇人，呢個反而係一個叫做呢一張牌最大嘅一個提醒嘅位置。若果朋友仔你現在目前問緊嘅嗰個嘅目標，或者係願望 ，OK， 此就係天時地利，仲爭人喎 ，OK， 爭人啊，人係點呢？爭人未 OK， 若果呢個我哋而家再去睇一睇個雷諾曼牌，睇一睇暫時個進程，我哋認證一下你揀嘅一個答案啱唔啱？咁我呢度呢，就認證牌呢，就我而家會抽一次俾你睇下。揀咗42卦嘅朋友仔，目前嘅一個狀況係一個咩嘅狀況呢？就係做個驗證啊！睇你揀得啱唔啱？42號卦嘅朋友仔，目前嘅狀況。OK， 係怨恨啊，怨恨同埋咩啊？呢個害怕啊！揀42嘅朋友仔，你哋而家好唔係好擔憂？呢一個你睇下個窿窿，佢好得意嘅，佢係好似鐵線圈，一張布穿咗個窿。有咩情況令到你哋咁好似墮入咗黑暗當中？你哋好驚，你哋都好嬲。喂，點解搞咁耐？都見唔到自己想要嘅嘢，有呢一種嘅感覺。嗱，若果你現在當下係呢一種嘅感覺，你可以繼續聽落去。你揀啱牌就42號。若果你覺得，咦，我目前嘅狀況唔係咁嘅樣喎，咁你就可以睇下其他嘅答案啦。咁若果有其他嘅答案，或者你想睇2個或者3個都可以嘅。好，咁跟住我哋接住落嚟睇一睇，你哋而家做乜咁怨恨，跟住亦都有咁驚呢？嗰個好似黑暗嘅日子咁樣。我哋睇一睇雷諾曼牌，睇下你哋近排嘅進程發生咗咩事。咁已經抽咗啦，係啊。好，Garden 呢個花園啦，雲啦，魚啊，山，仲有呢個國際象棋喎。好，係咪卒仔咧？呢個因為冇乜點玩呢個象棋，唔清楚。即都係細啦。咁你目前呢個嘅願望啊，睇得出咧都好似唔係好順利喎。嗱，我哋去分析一下先件事情。我會感覺其實你會覺得，咦，我可能執個位，即係你哋咧，你應該係出邊咧不斷咁去見到好多嘅一個人咧喺度傾偈啊，啲 party 嗰啲，即係我會覺得你心中所求嘅個願望咧，其實我相信你應該係響公開場合啦，或者係叫做朋友介紹又好，或者去一啲叫做好多人嘅聚會又好，去為咗去達成你嘅目標，所以你會呢度去嗰度去咁樣不斷咁識人，透過人物嘅關係去協助你去
達成你要嘅願望。OK， 咁我相信同埋呢件事情呢，應該係有一段時間。OK， 因為有山，亦都有雲，有雲有山。即係若果咧，對於一個叫占卜嚟講咧，我想知道個進程點樣嘅時候，你會發現咧，又有雲又有山咧，即係話咧迷霧啦，唔清晰啦，即係未去到一個叫做好清楚幾時有一個答案啊，或者令到你叮一聲，我哋呢個女仔咁樣咯，好似去來去去都係咁嘅樣，都係即係去完啦，我又唔覺得有啲咩進程，又唔覺得有啲咩收穫。OK， 有個雲有個 question mark， 哎呀，即係點㗎咁？好似見到條邊太陽邊，但係又蒙蒙查查咁一個不知名狀態，一個狀態，即係可能你已經花費咗好長嘅時間喺呢一件事情上面，有個沙漏 ，OK， 又有山擋住，時機未到啊，有呢種感覺。時機未到之餘咧，仲要係其實你係好想為王，得唔得咧咁？嗱，佢出得呢張牌咧，即係其實話俾你聽咧係有機會，但係喺現在目前嘅情況下，你會覺得蒙蒙查查啦，所以就會點啊？有恐懼啦，又害怕啦，又多阻隔啦，又要等時間啦，所有怨恨啦，即係覺得喂，我搞咁耐都係得個吉。但係其實呢張牌話俾你聽，你係應該係可以為王嘅喎。嗱，呢一張牌咧就得意啦，你會見到咧係一條魚向水裏面游啊，更甚或者會見到佢係喺度不斷咁做 circle 啊，圓圈不斷循環去做呢個 cycle。呢個係金星，金星係代表愛啊、喜悅啦、投入啦、中意做嘅嘢啦。因為射手人馬座係一種叫做行動嘅，要保持住熱情去行動，不斷咁做，不斷咁做，同埋你嘅渴求咧都係想有對等嘅能量交換，要對等，即係你做一條魚出嚟都希望點啊？即係不斷咁做，不斷咁把條魚最尾都係要點啊？擺上個台度俾人哋買。OK， 有一種咁好似有一種叫做搞咁多白費功夫，因為條魚咁生猛，到最後都會俾人食咗。OK， 所以唔怪之得你咁怨恨咁嬲。OK， 明白嘅，即係我想為王啦，不論拍拖又好。OK， 有一種咁耐啦，我都仲未見到我為王嘅一日，所以咧個人係非常之覺得唔對等啊，呢件事不公平。OK， 好，跟住睇下落嚟，我睇下揀咗呢個42號牌嘅朋友仔，之後嘅狀態會點樣呢？對於你心中所求嘅事，可唔可以喺26年達成 ？OK， 呢一張呢，為9號嘅寶劍啊，即係咩啊？即係個人呢，好瞓覺呢都瞓得唔好啦。OK， 可能隻狗啊想睇嘢啦，出邊嘅得意張牌，隻狗出邊睇嘢啦，嚇醒咗你啦，咪嗌咩咧？突然間瞓瞓下覺咁等彈上嚟。嚇親人係咪嚇親？咁其實我會覺得呢件事情好多嘢都可能你過往做嘅嘢係咁不斷咁嗱，見唔見到你幾咁忙？有9有10， 9同10嘅寶劍都出齊啦，即係喺一個咁昏暗嘅環境下，你不斷咁去一大堆嘅做唔完嘅工作。OK， 要有咖啡嘅充電啦，又唔執垃圾啦，周圍都咁樣，即係喺呢度都磨咗好耐啦，先至會有呢個狀態啊。OK， 即係瞓又瞓唔好，做好多，又唔見有收穫，有一個咁樣嘅狀態。咁後面就得意啦，後面嗰3張牌俾你睇睇啊，移過少少先。後面嗰3張牌就有趣啲啦。OK， 我哋有對夫漁人啊。OK， 主人同隻狗仔玩得好開心啊，玩波波。OK， 好似唔理啦，咩都好啦，乜都唔理啦，就活在當下啦，做自己啦。OK， 一個好開心嘅一個狀態。OK， 跟住就係咧，呢個都係，呢個好投入咁去插花。你見呢位女士？呢個女仔佢喺度好投入咁插花，好靚，好欣賞佢自己嘅作品，創造力啦，有一種。仲有呢個，見唔見到？呢個係女祭司。女祭司咧有一種咧就係好有智慧，好有耐性。你會見到後面咧，其實咧裝晒啲聖誕燈飾嘅，即係冬天佢着長袖衫。OK， 都好似聖誕。我哋仲有2個月係嘛？係咯，10月尾、11月、12月就拜拜啦，個2、5年。咁其實呢一個狀態，會覺得係有啲似叫你執拾一下你個櫃桶啊。即係執拾一下你櫃咧，即係執拾一下你本身已經有嘅嘢。我會覺得呢件事情，你而家心中所想嘅嗰件事情，喺26年之前年尾能唔能夠達成？我相信仲要一啲啲嘅時間，俾多啲時間去等候，時機未到。你會見到女祭司呢張牌係話俾你聽，試下喺你屋企嘅角度下抄一啲有可能性用到嘅嘢，會唔會喺你不斷咁做嘅時候忽略咗啲嘢？OK， 我哋人咧一亂咧就唔記得咗自己要做咩嘅，即係可能叫本末倒置啊！即係我為咗要達成 A 願望 A， 但我做咗1、2、3、4、5、6、7、8，
到最後當你好投入咁做緊5、6、7、8嘅時候，你又唔記得咗個願望 A 啦，變咗越行越遠啦。OK， 或者越做越多，搞到你個心點啊？好攰啦，好累啦，所以有怨恨啦，所以好害怕啦。OK， 女祭司就係一個叫做用智慧去嘗試，用智慧去達成你嘅目標。OK， 咩叫有智慧咁達成目標？即係話可能執拾一下你自己嘅思緒，執拾一下你所有學過嘅事情，會唔會當中有一啲嘢係你唔記得咗或者遺留？反而係有用嘅，但係你唔知唔記得，掉去後面，所以令到你目前棘住。OK， 我會覺得呢個提示就係可能你要投入活在當下。當你好投入享受你嘅人生，當你好投入咁樣去做你中意做嘅嘢嘅時候，喺你嘅學習過程當中，好好咁去整理一下，去執拾一下，有冇嘢係有用，有冇嘢係冇用，掉去。唔好喺度搞亂自己個次序，唔好搞亂自己嗰個本身我要達成一個願望，好似呢個牌咁樣，隻船冇人揸。OK， 天時地利有晒齊晒，係冇人啊！你個人咧去邊度？你自己就係最主控呢件事情能唔能夠達成嘅嗰個主角。成件事做唔做得掂係睇你自己，因為你冇去掌舵，你冇響裏面。話你嗰個風帆令到佢隨波逐流嘅時候，我哋都會見到好多唔同嘅景色。但係問題係，我哋係咪全部嘢要立晒先？唔係啊嘛，咁變咗你個櫃桶咪亂咯。OK， 係時候去檢視一下你嗰個腦袋，去檢視一下你所做嘅事，有冇嘢係已經唔再服務於你？有冇嘢已經係冇用，唔好阻住自己。因為我哋一亂嘅時候，會亂咁揀嘢，令到自己更加迷茫同埋有執着。當我哋迷茫執着嘅時候，就會越嚟越遠噶啦。我哋嗰個願望需要你自己一番嘅整理去達成呢件事情。好，我哋繼續，仲為咗朋友就係抽咗幾張牌。呢個係2號牌。2號呢，你會見到呢張牌呢個人啊點啊？紫色嘅，紫紫藍藍啦。我哋叫靛色啊嘛，紅橙黃綠藍靛紫，係啦。喺脈輪嘅狀態下呢，係屬於眉心輪。OK， 眉心輪掌管我哋嘅咩創造力啦，我哋嘅直覺啦，我哋嘅靈敏度啦，洞悉能力啦。頂輪啦，頂輪係呢種紫紫紅紅嘅感覺，紫色。OK， 就係嗰種叫聰明智慧啦。OK， 你亦都見到呢個係一個女性。女性我哋喺靈性角度下，我哋會叫做陰性嘅力量。陰性咧都係一啲嘅思維啊、諗嘢啊嘅一啲嘅模式感受啊。OK， 女性都係情緒化噶嘛，比較情緒波動啲，所以陰性力量就叫你去感受一下。用你嘅一個感受力，去自己感受翻自己究竟啲乜嘢係服務於自己，有啲乜嘢係冇用嘅，要嚟做乜嘢掉佢咁嘅一個嘅意思。同埋二呢個數字喺數字學裏面有一個叫平衡嘅狀態，同埋同人哋合作。OK， 可能喺合作方面，你同人與人之間嘅溝通係咪應該要去小心啲處理？即係唔好咁一意孤行，要投入得嚟啊！即係有時有啲嘢我哋會覺得。做唔到就順流啦，做唔到唔好俾自己壓力啦。好，跟住就係19，9加1係10，10係0啦，0啊有重新開始，即係同頭先嗰張牌嗰個愚人啦一樣，都係0。OK， 你見到愚人牌其實都好歡樂好開心，咁19都有呢個意思，都係歡樂啊，好開心啊，喜悅啊咁樣，慶祝啊咁。我哋而家咧人咧對自己咧好孤寒，對人啊唔孤寒啊，即係有啲人咧。淨係識得，即係淨係為咗個目標呢，之後就不斷咁迷茫。其實你有時我哋會有怨恨，係因為你會覺得外界俾唔到一個叫做相同對等嘅 feedback 俾翻你，即係好似你頭先呢條魚咁樣，即係俾唔到個相同嘅一個，即係得個餃子，到最後都係煮咗俾人食，又或者係得個做事啦，都冇人欣賞一個狀態。邊個欣賞你？你自己咪可以自己最欣賞你自己咯。啱啱都講咗啦，邊個可以掌控呢件事情啊？女祭司。女祭司係聰明嘅存在，自己可以操控，唔需要等人。OK， 你自己嚟掌舵你嘅人生，你自己嚟掌舵你嘅方向。你做乜要等待？等乜嘢？所以一直喺度等，變咗一直都冇向前行。OK， 呢一張係69號牌，我俾你睇睇。佢話咧，你喺私底下祈禱嘅時候，請你明確咁表達你嘅意圖，你嘅指導靈會低聲咁回應你。OK， 都係啱啊，講得好好啊，都係一樣啊。
我哋係時候要審視一下自己，究竟我哋做咗咁多樣嘢，你嗰樣嘢係咪對準你自己嗰個願望嘅先？我哋可能好似頭先所講咯，我哋做咗好多嘢，我哋會為咗要做一件事情，但係咧，我以前有個故事咧，就係聽話咧，有個人咧就係要去環遊世界，咁所以佢即係外語能力唔好啦，咁佢就去學外語啊。咁佢為咗環遊世界去學外語，當佢投入去學外語嘅時候，佢覺得唔夠，學完一堂又一堂，一堂又一堂，到最後佢用咗好多時間、好多嘅錢財投資喺邊度？喺學外語呢方面，但係旅行呢，一個都去唔到。呢個故事講緊乜嘢？就係話當我哋去有一個叫做願望嘅時候，我哋喺度不斷咁兜圈啊。我會覺得好多時候就係人呢，唔係等成功咗先至行出嚟，或者你覺得你自己有料到啦，我覺得我 OK 啦，我先至行出嚟。唔係啊，係你要行出嚟，俾自己錯，容許自己錯。OK， 所以我好明白體會到頭先即係啱啱個牌嘅怨恨同埋有擔心有害怕，好明白啊。因為我哋長期都見唔到一個我想要嘅結果。更甚或者我嬲我自己，更甚或者我嬲，或者唔係嬲嘅，都即係妒忌啊，會可能點解人哋得我唔得？傻豬，唔係我哋唔得，係我哋個方向唔啱，行錯咗。OK， 好，最後俾2張指示牌睇下，建議牌。OK， 你會見到呢個叫 Beauty 呢個人咧帶住咗一啲嘅裝飾，遮住咗自己半塊面，好神秘咁樣，睇唔到，係咪睇得唔清楚？但係你望一望佢嘅眼珠，好靚喎，藍色嘅。同埋佢遮住自己嘅嘢咧，係啲珠寶嚟。OK， 佢本身就金光閃閃，有佢自己價值。你要識得欣賞自己喎。呢張牌有一個叫做你要識得欣賞自己，唔好對自己咁殘忍 ，baby。OK， 放開啲。OK， 放鬆啲。另一張指示牌就係話 ideas。我哋呢個女孩子，呢個女仔 ，sorry， 呢個女仔咧就裝一個能量嘅波，能量嘅光球啊，喺我哋嘅臍輪位置，都係對於一個叫能量中心。如果冥想嘅時候，我哋靈性角度講緊一個創造力啦，係嘛？女性咧，如果生 BB 都係個大肚咧嘅時候咧，懷孕嘅時候，我哋都喺呢度孕育一個生命啊。Ideas， 將你嘅創造力發揮出嚟，你唔好理個結果靚唔靚，有冇人欣賞？你欣賞你自己就係最大嘅一個。令自己最大一個動力，讓自己繼續往前行，去見到成功，都係對應翻頭先嗰張牌一開始嘅時候，我哋要相信自己嘅能力，對應到。我會覺得揀咗42號牌嘅朋友仔，可能平時日常我哋做嘢做耐咗攰，休息啦，唔好做，真噶，休息夠啦，我哋再睇睇之後，我哋有啲乜嘢我哋做咗唔夠完美，我哋執一執。整理，將有用嘅留低，冇用嘅掉去，冇諗咁多，諗唔到嘅仲擺埋一邊先，根本就諗唔到答案就擺埋一邊先，唔好內耗自己。更甚或者你要識得點啊？我要欣賞我自己，唔好收埋自己嘅光，欣賞自己，多啲嘅肯定句。朋友就可以喺平時休息嘅時候寫下啲願望計劃，俾自己一個嘅方向，唔好好似盲頭烏蠅咁，我唔知去邊，隻船都唔知駛去邊度。同埋鼓勵一下自己，我哋就算有少少嘅進步，我哋唔好對自己咁唔仁慈啊。OK， 對自己仁慈啲，有少少嘅成功嘅時候，我哋讚下自己啊，買杯嘢飲，買個好食嘅雪糕食下，開心氹下自己，唔好咁緊張成個人。OK， 活在當下，獎賞一下自己，做到少少讚賞一下自己。相信自己嘅可能性，覺得自己係光，覺得自己係靚。OK， 面對塊鏡試下練習鏡子嗰個練習，同自己講。如果平時有好多嘅情緒，因為我見你哋有好多牌都係有臍輪 ，OK， 有情緒嘅嘢喺度困擾住自己。我哋要面對我哋自己嘅情緒，唔係壓抑佢，因為當我哋壓抑咧，我哋就會有怨恨。我哋要將情緒運用喺啱嘅地方，例如唱歌啊，抒發你嘅情緒啊，寫低你嘅唔滿意啦，自己喺度去發泄啦，去做一啲嘢去放咗個能量去，但係就唔好傷害人啦。自己處理翻、冷靜翻，去承認翻自己嘅情緒，以及接受翻自己嘅情緒，去感受一下啲乜嘢唔再服務於自己，唔好內耗。我哋現在都市人唔係好識得點樣處理自己嘅情緒，去做一啲自己中意做嘅，
OK， 俾少少時間，留翻啲時間俾自己，俾自己有啲嘅彈性空間。啊，冇排到密密麻麻。當我哋密密麻麻嘅時候，我哋係會乜都唔知，好亂，乜都做唔到。啊，即係已經夠亂嘅時候，我哋仲要去搞嗰個水咧，即係好似你有杯嘢飲喺度咁，你搞佢啦，越搞越亂。所以我哋要平靜落嚟，要去你有情緒嘅時候，將佢放向一啲應該要放嘅地方。放一啲叫唔怕打攪人哋，唔怕干擾，因為咧能量係人與人之間大家一個交涉嘅時候，一個膠着嘅狀態係會令到你產生更加多嘅悔恨。OK， 希望幫到42號嘅朋友仔。OK， 咁我哋下次再見咯。如果你滿意我嘅分析啊，又或者對於你自己嘅一個嘅選擇啊，有啲乜嘢嘅留言呢，喺下面留言一下支持一下我啦，唔該晒，感謝你，我哋下次再見，拜拜。Hello， 揀咗呢個31嘅朋友仔。哇！你揀咗張好嘢啊！澤山鹹瓜，鹹瓜你就唔使睇字都知。係啊，兩隻殼有一種叫 lucky 啦、幸運啦、長壽啦嘅意思啦，仲要兩隻殼，好似個心形咁翹埋一齊，幾咁。哇！如果係求愛情嘅，揀咗呢個31號，你非常之揀得好啊，非常好。淨係睇呢個已經叫做能唔能夠達成，梗得啦，鹹瓜啊嘛。好，睇睇暫時你嘅狀況先。你嘅狀況係 creativity， 好有創造力。三朵花花，每朵花都有隻眼。雖然你睇落去好似烏眉瞌睡咁，但係佢有一種叫做好有創造力，即係嗰個精力旺盛，類似會有一團火。即係對於你目前你所想諗嘅嗰樣嘢，其實你係覺得係應該冇問題，即係你自己都本身覺得係，我會做得好好，好似一支菌都會生到3朵花 ，OK， 即係非常之好，因為本身3都有個叫做咩啊，叫做創造嘅意思，咁所以佢呢個係代表非常之好，會成功，你自己都覺得自己係會成功，但係呢張牌好搞笑，焦慮，爭咁遠嘅兩張牌，一方面你覺得自己其實信心滿滿啦。你自己都覺得自己係搞掂啦。另一方面，你又自己好焦慮，你咪因為事件未到，你好心急，所以令到你會焦慮。OK， 若果你係符合目前呢個心理狀態嘅話，你可以繼續睇落去。若果唔啱嘅，你可以睇翻前一個選項42或者後一個選項另外嗰個好似57。咁你睇睇你目前係咪有一種叫做我覺得我會有一種叫做我焦慮又唔知會唔會有，即係好似模模糊糊咁，即係又唔係咁樣一種嘅狀態。OK， 好，睇睇你呢件事，你心中所想嘅呢一件事，喺26年之前啦，究竟會唔會得到呢？咁睇一睇你目前嗰個狀況，非常之好。Happy News， 哇！你抽到 Happy News 啊！呢個女仔係煮緊嘢食，但係情不自禁啊，都要望下手機。哇！我得咗啦媽，咁嗰種感覺幾開心，啲汁彈到周圍都係唔緊要啦。我成功啦媽 ！Happy News， 第二張。咦？呢張牌頭先之前出過，唔係喎。呢張牌有種係活在當下，因為我調轉咗，我係錄咗後面嗰個，再錄呢一個，所以呢張牌喺後面嗰度有出過。若果有相同答案呢，響呢個選項31同埋57呢兩個選項有猶豫，可以睇埋另外一個。OK， 可能有一啲答案，有一啲嘢要說話要你去聽，所以兩邊都去聽晒。活在當下。OK， 仲要係知足常樂。你見佢好簡單，好隨性咁，向一個濕落落緊雨嘅地方都可以食緊熱辣辣嘅包，非常之滿足。OK， 享受，好享受，享受係會愉快。OK， 呢個係 Knight of Cups。OK， 你見到係一邊沖涼一邊好聽歌，好 enjoy 自己嘅生活。OK，Knight of Cups， 有一種冇所謂，仲要打開門啊！ OK， 俾人睇冇所謂啦，我覺得我自己冇問題啊，幾好啊咁。仲要大聲咁唱，因為見到啲音樂符號周圍都係，佢唔係細細聲，佢要大聲，即係隔籬鄰舍聽都冇所謂，益佢啊咁。即係好有信心，好有一種覺得我會有嘅一種感覺。其實好對應頭先嗰張 creative 嗰張，呢張原先你個狀態個牌，但係呢張逆位喎，所以我就覺得好奇怪，點解你哋又覺得自己好有能力啊？但係你又要焦慮。
所以逆位就係你自己應該係知道自己係會有成功，同埋係做得好，好有創造力，好有力量去做得成呢件事。呢個願望唔理你嗰個係可能你係戀愛嘅部分 ，OK， 你都係一個哇，突然間哇，我心儀嘅嗰位男士又好，女士又好，佢終於約我啊，一個好嘅信息 message 到，即係你知啦。若果當你係甜絲絲嘅時候，即係你做咩都好咧，你都係會食咩都覺得好好食，即係自己要俾翻自己一啲嘅叫咩相信自己係真係咁有魅力，唔係造假。OK， 呢張本身咧係寶劍王，寶劍騎士，騎士寶劍佢係一種叫做比較執錯處咯。你記得女仔咧做嘢，狗仔已經瞓着覺，佢會加班繼續做，去挑一啲叫做唔應該存在嘅錯處，即係佢對於一啲叫做辨別咧係有堅持。咁但係呢張係逆位牌嚟嘅 ，OK， 我反而覺得逆位仲加好啦。即係我覺得如果對應翻成個感覺個氛圍，現在嘅直覺係話俾我聽，呢件事情你與個人好唔好令到自己焦慮，即係冇嘢做揾嘢嚟做。我覺得係好地地瞓覺咪好咯，做乜要咁緊張咁趕呢？咁 OK， 你開始等唔到啦，你按耐唔住啦。你等唔到，你好想快啲知道結果，我要快啲知道結果，得唔得嗰種好令到你焦慮 over 咗咧，過火咧就會焦慮啊，小心啊！好，呢張牌係之前一組有啊，今日嗰三組都可以互相睇，即係如果有1同2、2同3，好得意喎，即係大家有相同嘅牌。不過呢一張牌咧係逆位啦，頭先嗰張係正位嚟，我記得42第一組啊。所以若果42嘅朋友仔諗得通，應該就係31嘅進程，所以加油 ，OK 好，咁呢一張就係發夢驚醒啦 ，OK， 因為隻狗叫醒咗佢，但係逆位，即係可能你個目前嗰個焦慮嗰個狀態咧要放低 ，OK， 冇嘢值得恐懼啊，放心 ，OK， 萬大事有天照住，唔使驚 ，OK。我覺得呢一組啲牌好靚啊！我覺得你哋係會成功，好開心，戥你哋開心。OK， 好，呢一組度睇睇之後嘅進程啊，即係呢個願望究竟仲有啲咩進程俾你睇到咧 ？Photo 一張一張嘅相片係真係回憶過去嘅。OK， 執相啊，執圖啊 ，P 圖，將嗰個陰天變成為晴天。好啊，主動去做呢件事，變化，容許自己有變化，呢個係雙魚。相如靈性，感受到靈性有變化，好似魔術咁，一變就變咗落去，陰天都變晴天 ，very good， 好好啊！呢張牌度，衣櫃儲咗好多嘢，不過好整齊。呢個世界就係一個形容牌，就係不斷咁去執，即係點講咧？累積吧，累積好多，累積經驗啦，累積好多嘅財富啦，累積你中意嘅啦。即係你呢件事情或者呢個目標，你諗咗好耐，你亦都花費咗好多嘅心機，或者一個叫做能量落去。OK， 佢會突然之間可能一個好似一個魔術咁樣，就變咗出嚟。OK， 蘋果，好得意呢張牌，見到隻馬俾個紅蘿蔔綁住。OK， 只要有想要嘅嘢，有追求，有目標，我就會追住佢。成張台裏面有雞啊、豐盛啊，有好多好食嘅嘢，即係啖啖肉啦，跟住又有漢堡包。OK， 快餐都係好易肥、高熱量嘅。OK， 但係我只見到呢個咁簡單嘅蘋果，即係好多嘢我都見到有，你唯獨是你淨係揀呢個蘋果，你對呢個蘋果先至會有心心眼，好有趣。其實我後面嗰張牌有關係，即係你自己係一個好吸引 ，OK， 好令到人哋聚焦咁去被你吸引，但係你眼中只有得一個你想要嘅，不論係愛情，或者係你嘅工作，又或者係其他金錢啊，或者係健康，或者係一個考試嘅成績，或者面試嘅機會，我淨係見到呢個蘋果，後面唔想要。你對於自己嗰個目標非常之明確。OK， 跟住落嚟係調轉咗 ring 戒指啊，戒指有一種聯盟、結盟、結婚
若果朋友仔揀呢一組問可唔可以一齊，會唔會喺埋一齊？其實個底牌個本牌都已經提咗你啊，係會啊。再加上呢一張再次確認，話俾你聽，我哋個 contract 係可以簽好佢，承諾結盟同事業啊。如果你見工考試啊，都會得到你想要嘅，無限發生，無限可能性。合作咗之後有無限嘅可能性。呢個分岔路，你見到上面啲線頭斷晒，你從一個過往被捆綁住嘅一個模式，變咗無限自由。喂，若果呢一套牌啊，即係頭先揀 part one 嗰個咧，即係若果你能夠堅持啊，頭先我係話即係我知道呢個第二啦，但係我想講少少，選擇42啊嗰組嘅朋友仔，若果你有聽到嘅，你會知，你只要再等落去，堅持係嘛，你都會有呢個狀況。我覺得突然間想講呢樣嘢，唔好意思，對唔住，翻嚟呢度31啊，係啊，你冇晒被捆綁嘅嘢，所有嘅嘢障礙全部清除，非常之好，非常之幸運。哇！你仲要有呢一個星星牌啊！星星係願望成功，仲要好似魔法咁。水晶球遇見未來，遇見你自己嘅光，非常好。你嘅願望係會達成，非常之靚。好，再嚟睇下一套牌，睇下有啲咩資訊。我就係話揀31嘅朋友仔非常之幸運，你抽到8啊，8啊，而5加2 52， 5加2係7， 7係一個咩嘅數字？7係一個 lucky 7啊嘛。8係豐盛 abundance， 豐盛有錢啊。所以若果愛情上面可能無限，見到兩個人喺埋一齊，翹埋一齊，嗰種甜蜜程度，嗰種升華不得了，非常好。嗱，呢一張牌真係好得意啊！你哋揀31呢個人，你見到呢個？我當初以為鳳凰啊，唔係鷹嚟嘅。鷹有種咩感覺？銳利啦，隻眼咧係好似呢個蘋果咁。我淨係見到個蘋果，乜都見唔到。OK， 佢有一個，即係你哋有一個叫做精準嘅目標，我淨係針對住呢件事情去做，目標十分明確，而且係火紅色，好有生命力，好有延續性。咧火係一種叫衝破淨化嗰個能量。OK， 非常好，好快會達成，你個願望會好快達成。又得意喎，又抽咗呢個龜，龜係有長壽啊、慢啊、穩健啊。OK， 8同9，3、3係6。OK， 7、8、9，哈哈，7、8、9。呢件事情係會長久，係會 lucky 嘅，唔係淨係話成功咗之後就冇啦，就算數，唔係好延續，佢會延續落去啊。所以千祈唔好焦慮 ，OK？ 我知道可能你呢件事情你已經等咗好耐，我已經等唔到啦，咁樣繼續加油等落去，你會見到無限嘅可能性同埋咩啊？持續嘅豐盛啦，持續嘅變啦，持續嘅穩定啦，非常之好，又有火嘅能量，又有穩陣非常之好。你哋真係揀31係勝利嘅，我好肯定啊，必然啊！你睇下，仲要抽到呢一個鎖匙啊！好，聽佢講乜嘢先。宇宙將一條鎖匙交俾你，打開呢個真理之門。OK， 請帶住智慧去歡迎佢。OK， 我明白啦。宇宙將呢一個嘅願望，你呢個願望俾咗你啦，俾咗啦。OK， 俾咗。所以你要揸住呢條鎖匙去迎向你嘅未來，穩固達成願望。你要點樣？要識得用啊！請你用智慧去歡迎佢。有一種咩感覺呢？一種叫做我得到啦，你要珍惜。OK， 你要識得點樣同對方相處。你要識得點樣同對方相處。OK， 我更加突然間見到樣嘢，真係剛陽同陰柔要並重。OK， 兩邊光，即係你可能你個人咧比較容易焦慮嘅地方係因為咩啊？平衡嗰度要再揸好少少，你揸好少少，你條鎖匙先揸得穩。因為佢叫你提醒你用智慧，幾時有智慧？當你兩邊兼顧到平衡嘅時候，你就新智慧啊！所以行動起嚟嘅時候，行動要穩定，要慢落嚟嘅時候就慢落嚟。你要知嗰個機會，你要知個時機，
所以我唔怪之得我話31號牌呢一度係一個好得意啊！如果42揀入嚟31，佢係佢嘅之後。OK， 若果揀後面57嘅朋友仔，你要往前看呢一個，原因係你要有智慧去開啟呢條鎖匙，去達成你嘅願望。3個答案呢都有一個叫做成功嘅一個契機方向，不過可能就係42嘅朋友仔會慢少少，但係堅持會得到你條鎖匙，並且之後請你用智慧去開，令呢件事情有無限嘅可能性延續去做你嘅星，你發光點。 OK， 如果喜歡我呢個嘅占卜，咁請你就訂閱、按讚、分享，咁我日後可以多啲做呢個占卜，你可以話俾我聽，多啲去留言話俾我聽你嘅選擇，同埋有冇啲乜嘢你想聽嘅，想我做嘅，例如你比較欣賞我，中意我去做占卜，我間唔時做多少少咯。如果你有啲任何一啲嘅話題想我去講，關於靈性嘅又好，關於人生上面嘅都可以投稿喺下面留言分享俾我，我需要你哋嘅聲音，需要你哋嘅支持同鼓勵，感謝你哋。唔好意思，對唔住，頭先呢個31組呢一個呢，我有少少嘢唔記得咗講，抽漏咗一個叫做建議牌嘅神諭卡，我而家補翻俾你哋，唔好意思 ，sorry。好，呢一個好犀利啊！呢一個係一個叫做發揮到太陽最大嘅力量啊 ，OK， 非常之好啊！呢個再次證明你嘅相信、你嘅行動、你嘅努力、你嘅願望係會達成，仲要係發揮到極致啊 ！OK， 好靚呢個。咁但係呢度呢，有個牌呢，就要提醒一下啦。要保護一下自己，有時太光啦、太搶啦，會令到自己焦慮，就係因為呢個位。OK， 你哋個心態要調整翻好，即係我哋要相信咧，宇宙又好啊，我哋嘅人生啦，種種事情啦，即係好似一個循環咁，即係個世間所有嘅嘢都好似一個循環咁。當我哋極致嘅時候，就要小心啲，點樣咧？收翻少少，有一啲保護性俾自己，我哋能夠響對嘅時候做對嘅事情，做啱嘅決策。應該要發光嘅時候，我哋盡情地發；應該要去做一個叫做穩健嘅保護嘅時候，我哋要保護一下自己嘅光。明白到太陽有入面，即係嗰個叫日食啊，日全食，佢都會有少少嘅滲光。有時我哋太光，我哋會對於一啲嘢太火嘅時候咧，就好似啲火咁樣咧，會燒晒嘢。所以我哋要響啱嘅時候做啱嘅決策。OK， 你可以盡情發光嘅時候，請你盡情。你要守候嘅時候，稍微保護一下自己，收一收。不論係愛情、事業、愛情更加啦，即係有時要熱情，有時要理智少少。OK， 唔好太過，即係有時要收一收火。OK， 咪過火啊嘛。有時又要去一種叫踏實沉穩、細水長流嗰種感覺。如果係事業都係啦，要穩固，要穩健。OK， 當你要去發揮你嘅光嘅時候，盡情。當我要穩固穩健自己嘅時候，我要做好自己嗰個底，不斷咁成長去向上。所以呢一個嘅選擇真係對應前後，不論你選邊個答案都啱用。所以今日呢一個補翻俾你哋，同埋同頭先嗰個牌好似有隻烏龜，烏龜係咁，你睇幾似啊？係嘛？呢個太陽嗰個火就係呢一個鷹，保護嘅時候就係呢一個，全部啲牌都對應翻，得意啊，有趣啊呢個。仲有呢度，哇，6 3+3都係6啊，得意啊，呢度都有9啊，12 3+9係12，2+1係3，又係3，3。喂，呢度3係咩啊？3係創造力喎，頭先已經有咯。揀31係一個穩定嘅數，4啊嘛，穩定穩固。呢度嘅朋友仔係要靠創造力去達成啊！即係你嘅行動、你嘅願望、你個目標、你嗰個願景係要靠你自己一個一個叫咩啊？創造力去達成。若果你係講婚姻啦、結婚啦，好好呢個婚姻會好快脆會有小朋友同埋有個延續性。如果係事業創造，我哋要記住啦，創造呢樣嘢咧，我哋都要有自己一個好好嘅情緒，所以全部都有關聯性。咁希望真係幫到你啦，呢個答案 OK。咁我再講多次，拜拜，唔好意思，記住留言啦。如果中意我嗰個嘅呢啲嘅占卜嘅分析或者其他嘢，記得留言啦，拜拜。再講多次，拜拜。
Hello， 大家好啊！揀咗57號牌呢一個嘅，睇圖畫啦。咁其實呢，見到係放手放風箏，放風箏個感覺一似係都係有頭先即係第一組呢嗰個隨住嗰個咩嗰個一帆嗰隻船呢，有隻帆船喺度飄，差唔多。不過帆船係可以自己掌握，但係風箏就有啲似要睇風頭火勢啊，可能要等一啲嘅時機來臨，要守候，要睇住。因為你見到放風箏條線都冇啊，完全放手，好順應，好順住個天嘅一個嘅指引，有呢一個咁嘅意思。所以若果揀咗呢一個57號牌嘅朋友仔，你會同第一組有唔同嘅地方，就係第一組嘅朋友仔揀42啦，佢係嗰隻船呢，冇人掌舵嘅，即係冇人喺上面控制嗰個方向。但係呢一個係你完全係放手，所以好睇天，好睇命，你好相信宇宙，好相信個天會俾你嘅嘢。OK， 好，咁跟住落嚟睇睇你目前嘅狀態啊。咁抽咗咧，目前狀態就係呢一個，呢個係勇氣啊！你見到太陽啦，太陽係有一種好似我嗰個一個種子嗰個，嗰個太陽意思其實呢有一個叫做光明啦。咁其實同呢個都有啲似，都係白天啦。OK， 勇氣 OK 就係老虎，兇猛嘅，老虎都快嘅，即係要你個勇氣要嗱。我有個感覺咧，就係可能呢件事情你所求嘅嘢咧，佢唔係第一次喺你面前人生中出現啊！你應該錯失咗啲機會啊！之前要透過你一個嘅勇氣啊，去獲取呢件事嘅成功。OK， 第二 jealousy。你妒忌，或者我覺得又唔知係妒忌，可能係羨慕吧。OK， 見到人哋好似閃閃發光嘅月亮，我喊係因為好多星喺附近去閃閃發光，而我自己好似月球唔識發光，月球唔識發光。得意喎，有日有月喎。有一種嘅感覺就係話，其實透過太陽，你會實現到。若果你覺得你呢兩張牌能夠表達到你目前嘅狀態，你可以繼續聽落去。如果唔啱嘅話，你可以重新選擇去睇睇另外嗰兩個嘅選項。呢一個呢，我會覺得目前你嘅狀況就係你爭少少。我哋會見到人哋好開心，咁其實呢一個卦象佢都有講話放風箏好開心，喜嘅 joy， 即係嗰個喜悅嗰個地方啊。但係你好似係爭少少嘅地方，可能你冇行錢。你冇去攞呢件事，其實你本身月球，我哋就算響我哋夜空見到嘅月光都係好光亮，係因為有太陽嘅幫助。所以你應該可能有呢個你唔夠膽，可能未有勇氣去要人哋幫你，你可能從來都冇諗過要人幫。OK， 又好順應天命咁，唔緊要，我哋再嚟睇睇後面之後狀況。睇睇26年之後26年前能唔能夠實現呢一個願望或者呢個目標呢？你睇佢寫好好嘅呢個，睇佢哋睇好他條咁樣瞓咗張床好舒服，非常之舒服。Do whatever you want， 做咩都得。呢三個櫃桶好亂，是但啦。OK， 好唔執着，係啦，即係冇所謂啦，好放開嗰種感覺，好舒服。OK， Ace of Wands。你見到個見到個女仔，要逆牌，因為逆位啊！阿狗仔叫佢起身啦，唔好再懶床。如果唔係你錯過好好嘅陽光啊，你浪費一日噶啦咁。我大約估到係咩意思？即係你其實你係覺得自己冇機會，覺得自己唔成功。你見到人哋好開心，見到人哋可以步步高升咁，但係我算啦，我唔會得到啲乜嘢。其實有人提醒你嘅。你冇去得到呢一個嘅機會，曾經係放走咗個機會。OK， 呢個係你嘅狀態哦。咁揀咗呢個組別嘅朋友仔，你有機會你要自己爭取啊，唔好喺度等，跟住又係錯失機會啊。放風箏，自己都可以掌握嗰個，我唔知嗰個叫乜，搵人解釋下嗰嚿嘢咁乜嘅。總之風箏你可以拉可以放，但係你要拎住嗰嚿嘢先得噶。OK， 你若果覺得自己冇噶啦，我唔冇噶啦咁你永遠就係一個叫做，就算隔籬點樣，你都係一個羨慕咯，即係望住人哋發光，
其實你有勇氣，你都可以。跟住就係呢個 Be happy in spite of everything。OK， 好開心喎！呢個女仔食個包都好開心。OK， 周圍濕立立又唔係特別乾淨嘅地方，但係佢知足常樂啦，開心。OK， 逆位啊，即係話其實你目前有好多嘅資源，或者有好多你可以去動用嘅嘢，你冇用到。OK， 再嚟 Temperance， 呢個係調節。你見到個女仔係喺度冥想。靜落嚟，當你靜落嚟去感受自己嘅時候，你要嘅嘢其實一心心周圍都有好多。喂，你有機會嘅，你係一次又一次，你冇踏出你自己舒適圈，所以冇。因為呢張係逆位牌，你錯失咗好多次機會喎。睇嚟好似話 ，OK， 呢一個都係逆位牌啊吓。我俾翻啲順序你睇下 ，Two of Pentacles， 萬聖節啦，啱就係萬聖節啦，喺度整緊嗰啲南瓜燈籠。狗仔望住佢仔做緊咩呢？咁，呢張牌咧，其實本身就講緊平衡，即係能夠做一啲嘢出嚟，係隻狗個樣，係可以兩樣嘢兼顧到，即係唔會話我自己掛住做呢個女仔掛住做萬聖節嘅裝飾咁，忽略咗隻狗冇，佢兩樣都兼顧到，但係因為逆位牌。有一啲嘢係咪你自己兼顧唔到咧？係咪太多咧？係咪多到令到你覺得有啲嘢無法掌握？你會好驚去攞，因為可能你攞嘅時候，你有一種叫做我搞唔掂啊，我會好亂啊！即係你會見到呢個女仔咧，佢其實瞓喺張床度，佢可以做嘅就係可能執拾下個櫃桶，執下房間。OK， 但係佢寧願啦，就瞓喺度做自己最中意做嘅嘢，即係好。我會覺得呢一組好得意咧，就係咧，休息咧同埋玩樂啊呢啲咧，享受當下咧係啱嘅。但係我哋要留意乜嘢？我哋要留意幾時機會到。呢隻狗仔叫醒個主人起身啦，冇錯過時間，冇遲到翻工。OK， 應該要開心嘅時候又冇去開心，應該要冷靜落嚟嘅時候諗下有冇乜嘢可以幫到你嘅時候，你又冇去協調，冇去諗。當有好多嘢機會嚟嘅時候，你亦都平衡唔到，掌握唔到。有一種感覺，揀呢一組嘅朋友仔，好似有一種叫做唔係好清楚條路，自己要做啲咩，好似對於一啲叫做信息嘅嘢有啲無感啊，冇感覺。OK， 睇睇之後嗰個進程，究竟呢件事情喺26年之後成唔成功，或者26年之內能唔能夠成功 ？Key， 你揾到鎖匙啦。OK， 好啊，呢個牌揾到鎖匙非常好。瞓覺，瞓覺又再瞓覺，嗰度都有瞓覺牌。OK， 書本有一個叫做知識，你見空白白紙，即係你要去學習，要去睇得明。我哋睇書咧，好多時候咁多頁或者幾本書，我哋咧買翻嚟唔會睇嘅。點解？太厚太多啦。嗰陣時候買嘅時候係因為我哋對個封面有興趣啊嘛，我哋想睇。但係發覺買翻嚟，我哋好多時間咧都冇睇到嘅閒置啊，所以唔好俾自己放空。放得太耐又唔得 ，OK？ 呢張牌都有呢一種嘅意思，即係機會咧，其實時時刻刻都好似俾緊你呢一組嘅朋友仔，我相信個天又好，咩都喺度幫緊你，但好似你好似唔係好清楚發生咩事。Hot Spring 呢個溫泉，去旅行去充電 ，OK？ 我諗到啲嘢，呢一組嘅朋友仔，我諗可能要點講咧？多啲接地氣啊 ，OK？ 因為其實天俾你嘅啟示係有嘅，不斷有嘅，但係點解好似個人咧，好似個判斷力好似爭啲嘅，變咗好似成咩船頭驚鬼，咩船尾驚賊啊，好似係咁樣。即係你有啲嘢咧，其實係湧咗埋嚟之後咧，你又想做呢樣，想做嗰樣，但係我決策力比較不足。第三組嘅朋友就係決策力未夠啊，可能會錯失機會，即係可能喺度瞓覺啊、拖延啦。會喺度做緊啲唔關事嘅嘢啊！佢會建議你去做乜嘢？去 hot spring 去復修自己，修復自己嘅狀態。有一種跳去旅行，可能去個旅行個人會醒啲吧。Lamb 綿羊，綿羊見到個人，好似我哋嗰個塔羅牌嗰個寶劍八啊！你韞住咗自己啊！呢樣咩都唔知去邊咩方向，跟大隊就弊家伙。
困住咗自己。本身係有好多嘅出路或者好多嘅機會等緊住你，但係你一直就喺度望住人哋星光閃閃，你自己本身都雖然睇唔到自己有光，借助太陽嘅力量會令到有光，但係你呢條鎖匙，你好似好多時候我哋唔知擺咗喺度，見唔到。接地氣嗱，點解同接地氣有關？因為若果咧一個人咧個海底輪咧唔接地氣嘅話咧，有好多嘢我哋叫海底輪係我哋嘅人一個基底嚟嘅，個基底唔穩咧就好似一棵樹根，會點啊？會搖啊，會歪啊。OK， 有風嚟都企唔穩，可能嗰個風係一個 lucky 啊，對於你嚟講係好事，你接都接唔到，把持唔住，令到你覺得我好多次啦，對人生都話俾你聽係失敗嘅，所以我點啊？休息唔做，放屁啊，即係。OK， 加油 ，cheer up。OK， 唔好放棄自己，唔好覺得自己好似我唔掂噶啦，我唔掂噶啦。OK，cross 呢一個牌啦，十字架有一種叫做咩啊？課題，即係你人生嘅課題。你呢件事應該喺你人生當中出現，有一次出現，有一次，一次又一次。你只要跨越到OK， 阿耶穌嗰個十字架啦，離開咗嘅時候，呢個叫木星啊，幸運放大擴大。你只要有陽光嘅加持，你都會有做星星嘅一日。要知道其實所有嘅星星都係大部分都唔識發光嘅，乜嘢會發光？行星先得發光，即係太陽。咁當然啦，有其他嘅星體咧都識得，都會有其他自己嘅一個嘅自帶嘅行星。所以你呢組揀呢個57組嘅人，請你伸隻手出嚟啊！唔好怕，唔好意思，或者有啲叫做我好驚，我唔知點樣。OK， 所以就冇做到。你行前多步，所以頭先嗰張牌勇氣。俾少少勇氣，俾少少火，你會照亮自己。OK， 好，繼續落嚟睇一睇多少少嘅牌，對於你呢個嘅願望目標能唔能夠達成？喺26年之前 ，very good， 好好，你睇下，係勝利啊嘅嗰個貴業啊，貴業啊，即係希臘人呢，大即係你個咩啊咩奧運會啦，係嘛個光環，你就係勝利者 ，you are the champion， 你咪就係嗰個勝利者啦。你本身就可以發光啦，7+1 17係8啊，8係咩 lucky 啊嘛 ，OK 20，再次提醒你平衡2呢個數字平衡同埋2有合作嘅關係嘅一個契機，即係話你需要合作，你需要揾人去幫你去祈求你一個叫做台階，幫你手扶一扶起你，令到你響人群當中嘅羊群當中走出嚟，成為光，成為王者。睇睇呢張牌，共時性會翻轉你嘅人生，並為微細嘅節賦予意義。OK， 並為微小細節嘅細節賦予意義。宇宙將為你生活帶來轉變。Very good， 呢個係係咪叫金蟬？金甲蟲我唔知叫乜嘢啦，唔好意思，對呢樣嘢唔熟。但我知道呢一種嘅甲蟲係比較稀有，佢金光閃閃。其實甲蟲喺埃及嘅嗰個時刻都有一種叫做點講呢？守護 ，OK， 守護你個宇宙係又會帶嚟生活嘅轉變，為你個天係俾好多契機俾你，俾好多個指示俾你，捧你想做王者，你都唔做，喺度望住人哋發光，你自己都識得喺人哋面前表現得發光。我哋好多時候唔會讚自己，人讚自己啊，有幾好都覺得自己唔好。而家人真係對自己好唔仁慈啊，對自己友善啲。OK 啊，人不為己係嘛，係咪？所以對自己好啲。當你能夠對得住自己，你個自己個能量大啦，你有能力裝滿水嘅時候，你咪係幫人哋去灌溉嘅人咯。OK， 你想成為一個叫做光嘅存在，首先你要養好你自己，將自己變成為光，唔好睇小自己。OK， 你呢個課題只要越過。你跨過，你有鎖匙㗎，你天生自帶鎖匙，但係要你有勇氣去跨越。OK， 留意共時性。OK， 若果你周邊呢有好多嘅提示，請你好好把握，諗下呢啲微細嘅細節會俾你一個乜嘢嘅意思，係提示你。我哋人好多時候，而家尤其是社會咁急促，好唔記得自己要睇得好細微啲嘢。即係可能有時一個信息，一個諗法，下一秒我哋話唔信啦，咁做啦，向你嘅目標進發。你個天啊，宇宙一直係咁抌嘢俾你，係咁抌鎖匙俾你，OK，俾機會你，但係你要接，唔好忽略呢啲嘅信息。OK，
俾最後少少嘅提示，心理健康嘅。OK， 你見到呢個好似公主定或者女神，呢一個動物應該係又考起我啦。佢好似係牛嘅，但我又唔知點解，我覺得佢好似鹿。OK， 牛嘅身體，牛嘅樣，鹿角咁，但佢唔係羊喎。OK， 但係唔緊要啦，好靚啦，同埋呢個咪有啲蝴蝶或者花。嗱，首先咧我講啦，鹿係一個咩存在？鹿係一個智慧。OK， 有好多嘅花啊蝴蝶啊，真係啦，個天係俾緊你啊！好多嘅你嘅指導靈又好，你嘅團隊又好，不斷咁幫緊你提示你嘅祖先又好。OK， 牛係代表咩啊？牛係代表金錢啊，金光閃閃，好似個女神咁樣啊。心理健康好緊要。響我唔肯定佢係人啊，定係神啊，但佢有金光，我相信呢個係人嚟嘅。不過佢自帶金光，佢本身就係好似光一般的存在，你應該係要實際地去上舞台。OK， 牛都有一種叫做財富啊，但係你人生錯過咗好多次嘅機會，原因心理質素。OK， 我哋要跨越呢一個係你嘅人生課題，只要跨越到，你就係勝利者啦。所以揀咗57號牌嘅朋友仔，26年之前能唔能夠達成？睇落去機會都高，但係一定要你充滿勇氣，留意共時性，留意多啲周圍一啲嘅小聲音，提醒你幾時邊度開始去做，一諗到即刻做，唔好等，只會有一次又一次落去嗰個叫做羨慕人哋。OK， 唔好咁殘忍對自己啊！你有好多嘅資源喺度，你有㗎，你要相信，你要行出嚟，你唔好再做樣咩咩啦，自己捆綁自己。OK， 加油！我覺得你哋會成功。OK， 好，咁若果覺得可以幫到大家解讀到你嘅心目中嘅一個困惑，能夠幫助到你，請你喺下面留言啦，我會 keep 住有一個嘅分享啦，會有好多嘅靈性嘅分享知識啦等等嘅，或者一啲嘅通靈信息啊等等，咁希望你繼續關注1號種子，咁我哋下次再見，多多留言啦，我唔夠留言啦，唔該晒，拜拜，下次再見。